我係特約主持人阿苗。12月7號嘅立法會選舉投票啦，結果已經塵埃落定咗啦。而今次宏福苑嘅大火啦，對於投票結果造成咗啲乜嘢嘅影響啦？新出爐嘅立法會議員名單呢，又會點樣影響到香港啦？呢啲嘅問題呢，我哋全部都會喺今次嘅聚焦立法會特輯入面啦，逐一同大家盤點同埋分析嘅。而喺睇翻今次投票結果之前呢，不如我哋先睇睇政府喺今屆啦出咗好多嘅投票宣傳攻勢同埋方便投票嘅安排，究竟發唔發揮到作用呢？今次為咗鼓勵多啲選民出嚟投票啦，政府真係出咗好多嘅新招，動用最多人力物力嘅啦，就應該係新增嘅好多個唔同嘅專屬票站。翻查翻資料啦，雖然住喺院舍已經登記咗嘅選民啦，只係得350人，政府啦都特登啦為佢哋增設咗3個咧院舍外展嘅票站，仲特別動用咗啦520幾萬嘅公帑啦，津貼長者中心啦，同埋殘疾人士嘅地區支援中心，等佢哋咧可以安排車同埋人手啦，協助呢一批選民啦去到投票。除此之外啦，亦都喺邊境咧增加咗票站，等啦去咗內地或者係坐飛機去咗玩，要趕翻嚟喺星期一翻工嘅市民啦，入境嘅時候啦都仲趕得切投票。而最大陣仗嘅專屬票站啦，都應該係專為公務員而設嘅專屬票站啦。喺投票當日啦，我哋就特別去咗喺警察體育遊樂會嘅專屬票站嗰度睇過。一朝早咧就已經附近泊滿晒咧好多嘅消防車啊、警車同埋救護車，仲有大批咧着住制服嘅消防啦同埋警察啦喺度排緊隊，等緊入去票站投票。如果唔係咧喺門口度啦，見到掛住好大張嘅票站海報啦，同埋咧個個投完票都攞住張心意謝卡啦出嚟嘅話咧，真係會以為咧嗰度係有大型嘅演習做緊嘅。而攞住呢張咧投咗票先有嘅心意謝卡啦，唔單止係證明咗咧你已經投過票，仲可以攞住佢啦去睇戲啦，同埋去商場買嘢咧，通通都有折扣。原來咧仲可以換到禮品包。雜誌社咧喺琴日晏晝啦，就去到沙田啦食環署街市嗰邊就睇過，有晒 counter 啦，同埋宣傳海報，寫到明啦，只要攞住呢一張卡咧，就可以憑卡啦換一份咧禮品包。下晝2點咧先至開始派禮品包，但喺開始之前啦，現場已經吸引咗啦成100人喺度排隊，主要咧都係長者。雖然負責啦派呢啲禮品嘅人啦，就係食環署嘅人員。不過咧，我哋問翻選管會啦，咁樣做有冇問題嘅時候啦，選管會主席陸啟康啦就話佢冇聽過有禮品包會派呢件事，所以好難評論。佢淨係咧重申翻幾個大原則，就係咧只要冇指明啦換禮品包係要投邊個一票嘅話啦，就當係咧選民自己嘅自願票。暫時仲未知道啦，呢啲嘅禮品包啦，會唔會包括埋咧選舉宣傳開支入邊嗰度計嘅？但翻查翻政府啦，之前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啦，今次投票啦，淨係用嚟做宣傳，都預留咗啦1億7千幾萬，比起2012年嗰屆嘅立法會選舉啦，足啦係多咗77%嘅。而呢啲嘅優惠咧，同埋禮品包，仲有鋪天蓋地嘅投票宣傳啦，對於選民咧投唔投票，究竟起到有幾大嘅作用呢？我哋當日咧就有問過去咗投票嘅選民啦，有人就同我哋講啦，如果真係想投票嘅話啦，就算冇禮品包啊，佢都會出嚟，佢寧願政府將啲錢啦用喺其他地方。亦都有選民啦就講到明噶啦，唔係為咗呢一張心意卡先出嚟投票嘅。我哋一齊聽下佢哋點樣講。對我冇影響，可能對其他人會有影響。可能有啲人想去投票嘅，但係原來因為有咁嘅優惠，我唔去添。喺我嚟講，即係每一次都去投嘅，只不過係多咗一個你當禮物。有咁嘅制度有宣傳，我覺得冇問題嘅。咁梗係平啲好啦。有陣時政府使好多錢啦，我哋都唔知道佢使咗喺邊。尤其是啲咁大嘅活動啦，其實啲人都知道係要投票嘅，而唔需要耗費太多，可能一啲物資上嘅嘢都唔需要用咁多錢。同埋嗰啲錢用咗喺邊度，就算用唔用得其所，都有個支持，透明度可以高啲咯。不過如果單係睇今屆投票率啦，可能真係會覺得啦，呢一啲嘅宣傳攻勢啦，同埋禮品包啦，可能都起到少少作用嘅。因為今屆地區直選嘅投票率啦，都有成31.9%嘅，比起2021年嗰屆啦，輕微增加咗1.7個百分點。呢個數咧都算係符合啦喺投票之前啦，外界預測今屆因為選民基數啦，比上一屆少咗33.4萬人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啦，投票率一定保到3，甚至會更加高嘅睇法。睇埋另外2個組別啦，投票率啦都係有上升噶。
功能組別嘅投票率呢就有成40%，比上屆差唔多啦，升咗8個百分點。而選委會呢個投票率呢雖然輕微升咗少少，但呢就已經去到啦99.45%。如果有多8個人投埋票啦，投票率呢就去到100%噶啦。北京呢似乎都幾滿意呢一個投票率啦。港澳辦啦喺投票結束之後啦，都出稿讚啦今屆嘅投票率啦大幅超越咗上一屆，充分啦代表咗香港嘅民意啦，同埋咧都反映咗社會啦對於選舉嘅高度重視啦，同埋積極嘅認同啊。不過咧，如果睇埋咧投票嘅人數嚟講啦，就會睇到一個唔同嘅情況啦。因為今屆咧有1317000幾嘅登記選民啦就投咗票。而呢一個實際嘅投票人數啦，其實係比上一屆啦足足少咗33000人。咁我就有問過啦，喺投票日啦睇實投票數據嘅資深記者陳國明，咁佢就同我哋講啦，過去20年啦，主要睇翻個投票率咧就冇問題噶啦，因為睇翻呢個數字咧就已經可以衡量到啦選民嘅參與程度。但因為今屆嘅投票啦，選民基數啦同上屆又唔同咗。投票嘅時間啦又延長咗，仲多咗一啲專屬票站啦，呢啲上屆冇嘅新安排，所以就要分翻開睇投票率啦，同埋投票人數，先至可以準確咁啦睇到選民嘅投票情況。根據翻啦佢喺投票日全日嘅觀察啦，發現啦就算有多啲嘅新嘅投票安排啦，實際投票人數啦，其實喺投票一開始嗰一刻啦，就已經少過上一屆。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譬如一開頭嘅時候已經見到個投票率係跑贏緊上屆嘅喎，咁但係其實每小時嗰個實際上去投票嘅人數係比起上屆係明顯有減少嘅。咁已經知道其實少咗人參與喎。前後加時各1個鐘咧，咁似乎朝早嗰個係有用過夜晚啦，因為咧一個係6萬幾，一個咧就唔夠2萬嘅選民，咁都係一個幾明顯嘅差別喺裏邊咯。今次咧就早咗開始慢慢下滑，但係11點零12點鐘開始到其實接近傍晚咧，佢其實都係每個鐘頭穩定地減少緊幾千到1萬票左右，即係維持住8萬幾、9萬到10萬頭嘅嗰個水平喺度嘅。咁啊！突然但係去到最夜嘅時候咧，就嘣一聲又跌得較多啦咁樣。咁會唔會係中間都有一定嘅動員嘅力喺裏邊？譬如特區政府都有喺下晝嘅時候發一啲嘅短信去提醒大家去投票啦。咁我唔知會唔會各方各界其實都有佢哋各自嘅方法去鼓勵大家去投票咁樣。咁可能產生一啲作用喺當中咯。可能都要一啲較深入再分析先至會容易睇得到嗰個實際變化係源於咩嘅因素而產生咯。陳國明就同我哋講啦，喺今次嘅選舉咧有另一個現象咧係好值得留意，就係實際投票人數啦同埋有效票嘅票數啦係有明顯嘅出入噶。我哋一齊聽下佢觀察到啲乜嘢啊。候選人嘅得票同埋嗰個參與投票嘅人數之間咧，見到有一個落差喺度嘅，唔係有10個人投票，嗰啲嘅候選人就加埋獲得咗10票嘅，中間係有一個差距喺度嘅，唔單止淨係反映緊喺地區嘅直選裏邊嘅。舉例啦，社福界咧今次嗰個投票嘅數字同上屆有好大嘅差別嘅，投票人數咧係 double 咗嘅。咁個投票率當然亦都升咗好多啦。咁但係如果你計翻咧社福界嗰3位候選人獲得嘅票數同埋投票嘅嗰個選民嘅人數咧，佢係講緊有唔夠1成啦嚇，但係都幾貼近1成嘅票咧係唔知去咗邊嘅。咁呢個差距點樣去解讀咧？咁係咪就等於普遍以前理解嘅廢票或者白票？第一就要等官方嘅說法啦。但係如果我哋將佢簡單地等同於一個冇效嘅選票，嗰個數字同埋佢所佔已投出嚟嘅票嗰個百分率咧，值得去留意咯。究竟今次咧有幾多嘅白票同埋廢票啦？官方咧暫時未有正式嘅公布。不過集誌社咧就幫大家初步計算過，比較翻啦10個地區選舉嘅總投票人數，同埋實際咧有效票嘅票數啦，就發現啦51個候選人嘅總得票票數啦，就係1276000幾票，同1317000幾嘅總投票人數相比嘅話啦，真係少咗41000幾票。而呢一個數字咧同2021年嗰屆啦冇效票嘅數字對比啦，無論係廢票嘅數字啦，或者係廢票率啦，都係比較高噶。今屆實際投票人數又少咗啦，冇效票又多過上一屆，咁係反映緊一個乜嘢嘅現象呢？我就同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傾過呢個問題，
佢就認為啦，今次咧地方啦同埋功能組別啦，都見到一定程度比例嘅白票或者係冇效票啦。某個程度上面都係反映啦，有一班啦唔係好願意投票，但係最終咧都要參與投票嘅選民啦，用咗選票啦嚟表達佢哋嘅無聲抗議。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講。之前我做立法會選舉選我哋數埋嗰啲所謂一個選舉廢票咧，得個128啫嘛，200-300好犀利噶。喂，而家一個區幾千個，一般市民佢就唔使做嘅，佢都唔去噶嘛。但公務員、法定機構、醫管局好，或者福利機構收政府資助嘅，好多都唔會明文話要罰嗰啲嘢嘅。但佢哋嘅潛規則就係好多嘢咧，係你要自己識做。我識好多公務員朋友啦，唔投可能有啲潛在後果，我咪做啲嘢俾你睇咯。政府花咁心機投票你都唔投，咁記住你咁。哇！呢條友唔合作嘅，原來一種 black mark 咯，對佢嚟講。咁佢都要做咁嘛，但佢入去做乜咧？你係唔知噶嘛。佢吸一個印，吸歪啲，吸到出去格，吸2個印，咁咪完成咗任務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種，你用大陸個角度咪一種係軟對抗咯，無聲抗議咯。除咗投票率啦、投票人數啦，同埋冇效票呢一啲嘅數字之外啦，今次嘅投票啦有另一個焦點，就係宏福苑嘅大火，究竟對於投票結果啦有幾大影響？咁喺投票當日咧，我哋就問過啦一啲宏福苑咧嘅街坊，咁有去投票咧嘅街坊都同我哋講啦，呢一場大火啦係令到佢咧更加下定決心，一定要投票。亦都有街坊話啦，投票咧係為咗支持可以幫到大埔同埋香港嘅候選人。我哋一齊聽下啲街坊點樣講啊！我相信立法會當選咗唔係淨為我哋宏福苑做事，我哋呢度咧就係前無來者，我絕對唔希望有後者嚟，唔好有悲劇再發生。即係經過一次咁大嘅災難咧，希望有好多嘢要檢討啦，要前進啦，改變一啲唔好嘅嘢。即係我自己係愛國港嘅，但係我都覺得咧需要有一啲咧反對派，只要佢係愛國愛港嘅，其實要俾機會佢係講下，唔好一種聲音咯，真係真誠嘅少量嘅聲音要存在，即係唔好一棍打死佢咯。特首李家超喺投票之前就講過啦，今次選民所投嘅呢一票啦，係代表推動改革同埋守護災民嘅一票。咁睇翻啦投票結果啦，選前呢已經打緊告急牌嘅民建聯啦，喺立法會嘅90個議席當中啦，都攞到啦20席，數目啦係比上一屆啦仲贏多咗1席，守得住啦喺立法會最大黨呢一個位置。單係從啦整體啦攞到幾多議席呢一點嚟睇呢，民建聯呢就好似冇受到佢哋黨友黃碧嬌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呢嘅爭議事件所影響㗎。但如果聚焦喺嗰20席嘅地區直選嚟睇呢，民建聯喺10個選區嘅總得票啦，就由上一屆啦有成68萬票，跌到今屆啦剩翻43萬票，係少咗25萬票㗎。而喺宏福苑嗰區參選嘅民建聯主席陳克勤啦，佢嘅得票啦就由上屆嘅62000幾票跌到今屆咧得翻41000幾票，仲少過啦同區咧成功連任嘅新民黨李梓敬。而喺上屆啦攞到差唔多10萬票啦做票后嘅李慧瓊啦，今屆嘅得票咧就得翻53000幾票，少咗成4萬幾票。而佢今屆少咗個選票啦，就同陳克勤啦今屆所得到嘅票數啦，其實係差唔多嘅啫。亦都係因為咁啦，李慧瓊今屆就臨唔到莊，做唔到票后啦。票后呢個位置咧就由5次選立法會選舉都落敗，今屆終於當選嘅方國珊攞到。民建聯啦，唔單止喺地區嘅得票咧係少咗啦，有2名嘅現屆議員啦，分別係參選九龍東嘅顏汶羽，同埋喺功能組別會計界參選嘅黃俊碩啦，都因為連任唔到啦而冇得留低。面對呢一個選舉結果啦，作為民建聯主席嘅陳克勤就認為啦，係因為有人借住大埔嘅大火啦嚟抹黑民建聯，影響咗選情㗎。而選過好多屆直選嘅李永達啦，對於民建聯咧今次流失咗咁多選票啦，就有另一種嘅解讀。佢認為民建聯嘅支持者咧之所以用腳投票，某個程度上啦都係對民建聯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啦嘅處理態度啦係有不滿。我哋一齊聽下啦，佢點樣講？呢個好明顯嘅反映啲人係喺呢個問題上咧係對民建聯係不滿嘅，即係從民建聯角度係選舉係失敗嘅。大嘅政黨一般都好穩定嘅，上落2-3%、3-4%，去到6-7%已經係好震驚。就算我哋嗰時最大爭論2012嗰個選舉方案咧，
我哋有跌過1個議席，同埋跌咗7% 嘅啫，已經好犀利。對我哋嚟講，陳克勤少咗2萬票，李慧瓊少4萬票，喂，好得人驚喎！呢個係你37%喎，10個人投你票，有3.7個人唔再投你喎。我未見過個大政黨有咁樣情況嘅。你個黃必高真係做咗上屆法團嘅顧問，真係周圍拉票過咗個合約噶嘛？你咁都否認？你連呢個都唔真誠道歉，啲人覺得你真係死不認錯，咁咪用選票去表示佢嘅不滿咯。公道真係自在人心嘅。陳克勤應該引咎辭職嘅。李永達就話啦，今屆選舉政府咧已經力谷投票率，但係總投票人數啦都只係得啦131萬多少少。用呢一個數字啦，可以粗略啦推斷到香港建制派咧嘅支持者總動員咧大約咧就係咁多人啦。而今次咧都已經出盡晒佢哋可以出嘅人。有寫開政治評論嘅資深傳媒人楊建興就認為啦，呢個總投票人數咧少咗，又有成281萬嘅登記選民啦，今屆係冇去到投票。呢啲數字全部都係反映緊啦，就算再多嘅方便投票安排啦，同埋買嘢有幾多嘅優惠啦，都唔會吸引翻啦一啲淺黃或者係中間偏黃嘅選民啦出翻嚟投票。另一方面啦，今次嘅選舉結果啦，亦都反映啦宏福苑嘅呢一場火啦，其實燒着咗咧唔少咧偏藍選民嘅不滿情緒嘅。所以咧，新民黨啦、實政圓桌啦都有代表啦喺地方直選嘅界別咧就贏得到。方國珊啦仲要做埋票后，呢個成績啦都睇到啦，偏藍嘅選民啦都期望喺議會入面啦，唔係淨係得翻啲大黨嘅聲音。我哋一齊聽下佢嘅分析啦。我覺得今次大火其實係觸動到即係一個建制陣營裏邊藍嘅一啲嘅，或者一啲相對中性嘅一啲嘅即係選民咧，佢哋對外國建制政黨即係不滿嘅一種爆發啊！今次死咗咁多人，揭示到咁多嘅一啲嘅問題，作為即係第一責任人咧，從特首到整個即係政府咧，都無可避免，市民會覺得係有好多嘢係做得唔夠好啦，或者係積累咗好多問題啦。同佢咁密切嘅政黨，自然就要承受即係呢啲嘅震盪啦。建制嘅選民，佢會感覺到呢幾年愛國者治港之下咧，大黨嗰個表現反而係令人失望，係有啲即係懲罰民建聯、工聯會咁樣嘅因素喺度，或者好似曾鈺成所講啦，即係佢哋都係同政府榮辱與共。即係而家呢一屆嘅立法會咧，有一啲少少另類嘅聲音，江玉歡啊、謝偉俊啊咁都留唔到喺度，少少接近嘅可能方國珊啦，方國珊有一啲好強有利因素啦，包括佢冇特別政黨聯繫啦，佢做咗咁多年區議會，佢嗰個實際嘅政績嚇，咁所以不但止同情方國珊，甚至會寄望方國珊，即係呢啲冇乜大黨背景，可能會有啲少少另類嘅聲音，期望即係喺個議會裏邊做到有少少嘅制衡。前立法會議員咧單仲偕就認為啦，今次嘅投票結果啦係對民建聯咧好不利，但佢就話啦，因為北京咧已經完善咗整個嘅選舉制度，民建聯嘅表現咧就算點樣都好啦，其實都可以做立法會嘅最大黨。但單仲偕就估計啦，民建聯啦喺議會裏面嘅重要性啦，就會慢慢俾中資啦、同埋咧政協啦以及人大代表啦呢啲嘅北京幫啦所取代。我哋一齊聽下佢點樣分析。因為阿爺都唔係中意喺香港有實質管治能力嘅一個政黨喺度，成個大政策就喺所謂叫做改土歸流咧。簡單嚟講咧，最終極咧就希望係自己人咧，即係或者北京咧就係派人落嚟喺香港治港，只不過唔係喺北京咧就直接派人落嚟，只不過喺北京咧就已經派咗一班人一早落咗嚟香港，而慢慢咧就轉化成為一個香港人咧，就而家用來自內地嘅一啲香港人咧作為治港嘅主體咯。今屆已經係比上屆明顯，就係中資背景加一啲人大政協一啲作為核心係喺立法會裏邊。我相信民建聯都會陸陸續續非政黨化㗎啦。咁民建聯最終都係一個過渡角色，日後裏邊咧可能慢慢消退，喺一啲即係選委啊，或者喺啲功能組別裏邊會退色嘅。咁但係都會保持一兩屆咁樣。直選可能係會最後退色啦，因為作為一個機器咧去鼓動呢一個直選咧，可能民建聯而家暫時都係較為有效咁樣樣。
有咗投票結果之後啦，另一個關注重點咧就係邊一個會做立法會嘅大主席啦。雖然外界一盛傳啦，金融界嘅陳振英啦係做主席嘅熱門人選，但單仲偕就話啦，立法會主席啦要好熟啦議事規則啦同埋程序，由資深嘅議員去做嘅話啦，出錯機會就會少啲。所以咧佢較為睇好啦，已經做緊人大常委嘅李慧瓊，同埋做緊啦基本法委員會嘅梁美芬，因為佢哋咧有豐富嘅議會經驗啦，喺立法會又夠資深，同埋咧亦都相當忠誠。相信咧佢哋會比其他議員啦更加適合做主席嘅位。新一屆嘅立法會會期咧就會喺明年1月1號開始，究竟邊個會做未來嘅立法會主席啦？相信好快脆就會有風聲傳出嚟噶啦。集誌社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今集嘅聚焦立法會啦就講到呢一度。今個星期嘅聚焦一周啦會繼續喺同樣嘅時間同大家見面嘅，記得繼續支持同埋訂閱集誌社。拜拜。